针对关税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表示讲，关税20%，佮加上最近汇率的损失12%，产业负担加嘛爱是32%。伊是批评讲，即届谈判是台湾重大的失败。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佮强调讲，台美的关税着爱经过立法院的同意，嘛爱政府赶紧发1万块的现金给民众。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是批评政府黑箱谈判。也毋过民进党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伊是强调讲，政府会继续来争取如何的关税。台美关税谈判结果公布，美国宣布台湾对顶关税是20%，比南方主要的竞争出口国日本甲南韩较悬，引起国内关心。傅英龙表示是占4成的关税，不过在野无认同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称伊讲是严重的失败，关税20%，国家汇损的12%，对产业带来32%的重大成本负担。整个产业的负担其实还是32%，所以对企业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。那接下来还在谈判的这些重大投资跟重大的采购啊，一定要符合我们长期性战略的需求。如果只是片面的去黑箱谈出一个结论，就要全体人民买单啊，这是独裁政府的表现。台湾有多少产业？毛利率有超过30%的。黄国昌批评赖政府丧事办甲遮欢喜，无坚守国家利益，全面失败。像是台积电去美国，安尼就是国家谈判的战略条件。黑箱作业，甲国人暗砍，唔知影政府付出倒一寡代价，要求行政院倒形态，爱提出完整冲击评估，国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。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要求政府应该破发现金，扩大来输。要12兆台币，这是中华民国在台湾76年来最大对外的投资，也没有一个政府曾经通过这么庞大的投资，所以啊，这一定要经过立法院大家来审议，集思广益。现在就来奏言断定说，日韩就是比台湾好，我觉得这样子的解读在整个讯息的理解上是有落差。选手在场上，我们就一起当支持台湾的啦啦队。吴思瑶讲，台美谈判还未结束，台湾持续争取更较好的关系，呼吁在野爱做伙甲因加油。那边是讲，按照条约缔结法，台美关税缔约爱经过立法院同意，国会代表台湾民意，会当做政府后续谈判的靠山，呼吁赶紧召开国事会议，朝野共同面对严重的经济挑战。记者采访报道。